PPT 上网，让网友都想翻。那你后面干嘛？那不会保护的小孩。你是不是坏坏？你挂人家车子就是坏坏。所以以后别人不会保护你。这个小男孩哭到不能自己，不过爸爸不是一点都不心软，实在太好笑，还把自己和宝贝儿子的搞笑对话抛到网络上，超高点阅率让小男孩一夕爆红。中天新闻王嘉玲台北报道。就是说养猪的利润是怎么样？养猪的利润其实以厨余来说，厨余如果是自己去摘的话，那有啊，介绍是哈，因为山西呢，这边都是他上的
不要公益事业的话，其实一头猪可以赚8000块。所以一年应该是不少收入。那以前你较早是伊也是其他毛嘞，20、100、1000万、10万、100万是其他阿妈40万哦，该几钱哦？对你来说是啊，大家去算就知道了。那这样子算起来呢，真的利润不错，而且你的家族实力是。那既然是这样，又是从小在这个环境长大，居然这样子的一个人呢，他会放弃了养猪，不但自己全部吃素，家人吃素，连猪都吃素。好，那我们就让大家回顾一下这个片段。很可爱的。龚宏贤跟着家里的养猪事业养了3年的猪，直到2009年4月一次猪只交易，让他惊觉猪也是有灵性的。就是有一次让我很震撼，就是我在拉它的时候不叫，然后旁边人打起来，他不讲话，然后用眼睛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，反正意思跟我说我要去哪里，他走了，晚上我睡不着，我还记得我3点多的时候，开车非常快，前往屠宰场，我把它救回来，我那个打算用2倍的价钱把它买回来，我不要让你买我，但是我去的时候，我就让他的猪体质。2009年5月开始吃素的他，也开始让猪吃全素的猪育，没想到还因此治好了一只跛脚的猪。那个猪是从吃荤快死掉的，因为身体它长得肉瘤起来。对，那它吃素之后，那肉瘤是不见。可是我相信这个经济的压力是一定在的。可是是什么信念让你在这么困难的环境之下坚持？我不再做商业。那个心里的声音是什么？相信你心。就是相信。对，就是相信你。但是你还有一个就是使命感，希望大家都吃素。是。是不是？我现在只是把它当动物的口，替他们发言说。对。而且你还说自己做便当大路边去卖。对。怎么样的素食便当？我是自己，就是我当时候我有种菜，然后我收成之后，我就炒素食便当。然后上面就是4个字而已，就是回到最初，爱护动物，回到最初。因为我觉得饮食是回到最初的基本概念，只要你的饮食改变了，其实你的心呢就会改变。我有这样子的，就是那种气度，然后旁边的人就会一个一个的影响。本来从疯子，本来从笑的，我在笑的时候，到现在有没有变成我的导航，就是有人来找我，我在班就那边。很不一样。慢慢的从那种眼睛斜斜看着你，到现在你会转过来看着你，有尊重意。我摸到谁，另外就会点掉；我摸到谁，就变成每个人都需要我。大家都抢着来靠近你。然后重点是。咱这段影片我大家可能吼，应该就是这个饲鱼啊，这个骆先生骆宏贤吼，伊就是有一天啊，咧卖鱼仔时阵吼，人讲迄猪毛，猪的这个面黄诶，有迄领头猪就对啊啦，迄阵猪内底吼会黄啦，啊迄阵猪内底哦，迄只领头猪吼，向再走吼，边仔的猪仔吼。若向掠时阵，伊拢会叫较足大声的啦。迄只猪哦，咧互掠走时阵哦，人讲慷慨赴义，从容不迫，一声就无爱。但是就是天天仔回头来拢讲是，迄拢讲是是嘛？伊那后面上只，伊那无关。伊袂开始咧想啊，开始想讲迄只猪仔迄个感受，有够可怜的啦，那样可怜着吼。后面吼，就赶紧要甲迄只猪仔个卖倒转，但是已经全其他的，其他拢已经早早的吼，太太拢互了的，全其他。由迄刚开始，伊就放弃伊的饲鱼仔的事业，放弃一年趁大把40万的这个头路吼，我要去实现啊，我要实现。吼，所有的鱼仔老来吼，拢当做宠物咧饲，拢当做宠物咧饲咯。这个厝边隔壁拢也是，迄死后讲迄讲的，1年640万拢咧赚，到位要照顾这个猪仔，伊搁爱去找其他的头路啦，去甲做工啦，还是讲是种菜，因为袂讲嘛照顾一个猪仔，敢若咧照顾
伊的姿色吼，伊的仪表吼，一点仔拢袂差。伊逐工拢拼表演比赛啦，甲比洗身躯啊，把这比当做演讲一款。伊只有一个信念嘛，只有一个信念，方向哦，回到最初，让我来人的心哦，回到最初的慈悲喜舍。伊有慈悲的信念嘛，所以伊名讲要照顾是有必要的情况。伊不管伊嘛，人讲欢喜做伊就甘愿受嘛，伊感觉足快乐的，快乐的，这比较囝要用所以规个人迄种气质拢无共款。伊较早人讲杀生的人嘛，迄种杀生的女人嘛，杀生的人伊的面相嘛无讲太好看的伊的身体拢饱偌公斤啊，身体食到足无健康，食牛食肉食草嘛食到足无健康，啥物病拢有。后来伊改食素了，伊规个人拢瘦30几公斤，佫继续要瘦，伊就感觉讲是食素够健康的，甚至呢伊的猪仔嘛食素，伊去迄种素食餐厅在开啦伊做一间素食餐厅在遐开转来煮啦，甲做迄种熏糜就对啦，把菌做做糜啊做熏糜鱼仔食，既然有一只猪仔生瘤拍生瘤因为食素食了，伊变瘤无用，伊只猪仔的命去倒转，所以呢，这个老红是感觉讲伊安尼做是对，伊应该爱安尼做，所以伊名人笑，名人笑。讲天公嘛疼嘛，天公疼，互伊呢，一路的改变互伊感觉讲这是价值。人咧想办法嘛是安尼呢，咱就是一个信念的坚持尔，坚持啥物？坚持咱上天老母娘咱先祖甲咱讲的，修道是一世修，一世成，咱以为就是超生了死的道超生了死的道，就是这个信念了了。所以咱老师甲咱讲，咱随时要去关注，要去反省，回光返照，咱的迄个神存几分，为求道，打求道，人讲修道如初嘛，这个修道如果能够如初，就成佛有。为啥物修道要如初？咱初发心迄种成本迄种信心。咱有时啊咧求道修办的过程当中，老师甲咱讲，咱上惊两字叫做渐变。上惊咱渐渐咱家己变毋知，变心念惊变早去拢变早毋知影所以老师讲修道就是一摆做一摆，一次又一次被压下，不是压倒，要战胜自己。不过自己会当感受着讲，迄个修完道，心中的快乐，心中的快乐。咱来想看卖啊咱的心是不是一摆一摆的心中，能够收到好，我觉得他总是喜欢拿袖子擦嘴巴。那他就是不肯吃饭啊，什么青菜他都不爱吃，一天要哭5、6次。有时候真的很生气呢，真的很生气。他不听我的话的时候，很生气的。我给他7分吧，5分，那有8分，我打8分，7分吧，8分。这妈妈有甲囡仔打满分10分的无？无但是咱想看卖啊，咱做个后壁，咱想看卖，咱拿囡仔出世的时阵有爱囡仔无？较爱莫是讲10分啊，100分嘛互伊，敢是安尼？但是一年囡仔慢慢咧大的时阵，咱的心人讲小天使。
他有在看着他吗？我希望妈妈陪我玩。我放学回家就是要妈妈抱。我喜欢妈妈的口红，就是她的嘴巴可以亲我，头发很漂亮。也很好玩，很像棉花糖。妈妈上班跟我去很辛苦。这是喜欢小保护团。妈妈变老了，我伤心。我好想妈妈。好死。今仔日问这个囡仔满分10分，要甲妈妈，要有妈妈几分哦？什么是老师的话？我给妈妈10分。10分，多少分？突然觉得好惭愧啊。妈妈亲亲你。哎呦，亲亲你。哇！他可能吗？这问问这个囡仔，你妈妈咧生气的时阵吼，有啥嘛会念囡仔有无？这个囡仔有妈妈念过无？咱若想嘛，咱若想要家己就知影嘛吼，加点拢有人吼，甚至有诶人性地较歹，莫讲念嘛，手嘛就拿起来啊，有无吼？所以这个囡仔有可能嘛，妈妈骂过嘛，妈妈教。但是当咱若甲问讲，你要甲妈妈，这满分是10分，要有妈妈几分的时阵，每一个拢无考虑是无？不愿意有啊，不说就知道啊。啊，佮嫌弃食哦，比如说哦，拢互妈妈10分满分，因为伊的心无变。咱想到倒来，咱咧想到过程，规定到较即摆想办法过程，嘛会照做着真侪啥物考验嘛。就敢若妈妈咧甲咱念，妈妈咧甲咱拍，爸嘛互咱上边，而且咱的过程细命嘛有细命考
你写得好啊，我听讲哦，咱人用皮哦，妈妈哦，老人家哦，迄种地位啊，儿子迄多够好诶哦，你买一球多，咱是不是就去球安尼哦？所以咱有下意思是要讲哦，这个复杂的环境内底，这个少年人伊有点上单纯的心，上简单的心，请自己心，无利益，无利益，伊就是单单想要服务一个人，安尼尔，老人家需要服务，伊来服务，上天就是要照顾这种人不会比较，不会埋怨，不会斤斤计较的人，这种人上天上来。那么上天也来讲咱每一个人拢有事，嘛拢爱去做，但是做的过程有困难咱嘛拢知影爱改变去毛病，但是好改无好改，所以上天后壁咧甲咱讲功夫，要安怎择善固执的功夫，才有无功夫6步。第一步，复学，学什么？咱要思考学什么？上天咱读的一定是学上重要的学天地，德性，孝天法律学做人嘛。听问姓朴，人讲读到博士，咱就一定啥物拢捌？读到博士，咱就一定知影做人的道理。美美嘞，就学就两工仔就是伊报的啦。讲大陆呢，就是博士是分到是分到差不多30出头岁的查某囡仔人。伊自细汉到大汉拢做学读册，因爸爸妈妈都甲讲你啥物代志拢免做，厝内头课拢免做，你只要负责好好读册，我甲我考第1名就好啊。所以伊自细汉到大汉拢考第1名，伊读，伊到美国读博士嘛是第1名，但是伊去美国政府甲送倒转去中国大陆，甲遣送回大陆啦。讲你袂当搁住喺美国啊，我要甲你送转去大陆。为虾米？因为一个读到博士30出头的查某囡仔人，伊无法度饲家己，无法度饲家己呢？为虾米读到博